好多年没见着，今天他同学带个同学几个一起吧。那这大蛋，你是不走，还有结果耶。哦。大先生，给看到我滚了，先生。干达？你从那流吗？还是从20公路这边去噻？就上次我们就从那两条，还是从20公路上走？车站两条，可还记得呢，小朋友？记得啊？你给我们家过江走啊？哦，那赶快去吃饭去。吃饭，你才晓得你知道今天是哪几日啊？你给他认得今天是哪几日啊？啊？小朋友，哦，直接快点哦。哦，拜拜。